过去的心脏衰竭治疗，拢是医生甲病人1对1的照护模式，对着后续的照护追踪较欠缺。因此，奇美医学中心对2017年成立心脏功能强化治疗团队，透过跨领域的团队专人照护的模式，5冬来总共收治427名的心脏衰竭病人，大幅度降低3个月内，搁在大院的比率高达将近1/4，而且嘛大大缩小大院的天数。心脏衰竭呢，其实我觉得在病人一个高度的一个反复住院，或者死亡率很高，或者住院天数很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就是病人一开始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比较不足。那再来就是整个团队的照护，过往呢都是单打独斗，就是有主治医师一个人好好的照护病人，但其实他们可能欠缺的呢，就例如说可能营养师，或者是各种的职能治疗师，或者物理治疗师，或者复健医师等等的介入，甚至其实我们团队里面还包含了心理师，可以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一个忧虑的一个状态。我举例来说，可能有的病人因为一紧张一忧虑就会开始吃开始喝，甚至会开始担心自己的状况不好，晚上会失眠。但其实都不好的睡觉失眠这状态也会造成病人的症状变得更严重。所以这几年呢，心脏奇美医学照护中心的一个心脏衰竭照护团队，就是透过不同的一个职类的人员的加入，一起团队性的照护这个病人，同时提供连续性的一个照护，让病人可以降低我们的住院天数，降低我们再住院率，以及降低我们的一个死亡率。那这几年整个对我们而言，400多位的一个心脏衰竭的病人，其实我们见证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奇迹。亲像这名70多岁黄先生，因为扩张性的心肌病变、合并收缩性的心脏衰竭，造成一直来大院，后来经过治疗团队的介入照护，病情好转，才顺利来出院。上午院方嘛特别为黄先生来庆生。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天助自助，上天是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自立起来，只靠他力的话，那它的成效呢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呢，我觉得那这个心脏衰竭的病友们应该要能够有信心的、有恒心的，在我们奇美医院的医疗体系下，定时的服用药物还有加上运动的复健，还有那个还有饮食的控制啦，这样可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5年来，奇美医学中心心脏衰竭治疗成果，不但得到国家医疗品质奖、加医疗品质测证会心脏衰竭疾病认证，更加进一步参与美国心脏协会心脏衰竭品质照护的登录计划等国内外的肯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